前段時間那個歌星那個任賢齊吧，他直接從香港過來就來，直接來這個店，指定來這個店，哇，成隻燒鵝髀咁食啊！我們在香港呢，很少會吃到新鮮的。豬肉是冰鮮的，雞肉、鵝肉、鴨肉全部都是冰鮮的。37蚊啊！呢個 come on， 香港話食鵝髀喎，一嚿水啦，基本啦係嘛？呢度37蚊啊！香港賺錢，東莞花。嚟東莞啊，肯定係食燒鵝㗎啦。我就自己咧做咗少少功課，就話咧呢一間咧有好似有好多明星幫襯嘅喎。而家晏晝咧4點半，但係咧依然都係坐滿人嘅喎，真係好犀利。除咗燒鵝之後，仲有咩係出名？叉燒，有嗰啲鵝腎啦，鵝腎、鵝翼、鵝下巴啊，嗰啲鵝紅嗰啲啊，嗰啲內臟嚟㗎。要有叉燒飯啦咁要啊。燒鵝髀瀨唔斬。啊，62啊唔該。哇！燒鵝髀瀨加個叉燒飯62，我喺香港咧，淨係燒鵝髀瀨咧128。哇！你睇下嗰隻髀幾大隻，哇！成隻燒鵝髀咁食啊！而家水都係啊，可能我唔知係咪浸咗少少啲湯啦，即係冇咁濃味啊。不過咧個皮咧都係好脆嘅。想問一下，你們是不是本地人啊？我是湖南人，是刻意過來這裡吃的，在這。我是在他家裡吃了15年了。15年了，在這裡吃了，哇！聽說這一家店好像有30年的歷史了。前段時間那個歌星那個任賢齊吧，他直接從香港過來就來，直接來這個店，指定來這個店了，哇！我也在，這很好吃啊。的確不錯，確實好吃啊，又脆又香，對，主要是新鮮。對，就是我們在香港呢，很少會吃到新鮮的。香港呢只有冰鮮，就是已經把它冰了才能運過來香港。香港所有的肉基本上都沒有什麼新鮮的，豬肉是冰鮮的，雞肉、鵝肉、鴨肉全部都是冰鮮的。牛好像有新鮮，但是很少。還有個汁啊，味道更好。啊嗱，原來係要咁嘅嗱，所以話我哋啲大鄉里咧唔識咧，原來啦係要配碗汁咁樣啊，點住嚟食噶。鵝汁食咧，唔係兩回事，個鵝汁超正咯，原來係，哇，我汁想到攞嚟飲添，倒開汁落先，香港食嗰隻瀨粉咧就透明色嘅，呢度啲瀨粉咧，其實我覺得好似係啲粗啲嘅米線咁樣嘅，同香港嘅瀨粉咧好唔同啊！咁大碗瀨粉加隻燒鵝髀，俾你估下幾多錢先？香港話食鵝髀喎，一嚿水啦，基本啦係嘛？呢度37蚊啊！下一集更精彩。